这个环保署鼓励民众伫日常生活来减碳，分做北、中、南、东4组来举办着全里减碳的竞赛。结果，这个台南市南区金华里办公处伫南部这组是摕到长期参与的专业奖，最近要起来台北领奖。环保署为着鼓励民众伫生活当中减碳，以村里减碳行动做主题举办比赛。台南市南区金华里办公处伫南区当中得到这个奖。感谢咱环保局会推荐。金华里的里长讲，这个比赛伫全台湾分做北中南东4组来参赛。金华里是来做南组的比赛，这几天公布成绩，里办公处嘛有得奖。咱长期持续咧做这个减碳行动的这个工作金华社区所建构的是循环型社区，内容包括甲粪扫场改造工程，非常多元，嘛希望大家当做伙来响应。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